这个是嘛会当讲是，咱找出几个方向出来，互咱伫这个过程当中，咧练的过程，咱的心中有一个定向，咱的观念思考有一个标准。若安尼的话，相对的，咱咧行这条路会较好行。第一。以德为中心思想，咱做人敢有中心思想？咱人一定要有中心思想，安尼，咱人一定要有中心思想。一个国家敢有中心思想，一个党嘛有中心思想。迄个中心思想就是大家，中心思想就是会变。其他拢会使变，毋过所有的一切会变，万变不离其宗。中心思想袂使变，其他拢会使变。毋过其他的变，就是袂使离中心思想。迄个自主啦，迄个自主，就敢若讲今仔日咱咧打靶，咧拍靶，咧拍靶的话，迄个靶理啊。你敢会当拔，敢会当学白耍？袂使。你经验伫遐的话，你会当调整你的情的角度。上过正面撩较过来，上过倒面撩较过来，上过较悬撩较低，上过低撩较顶面的，是调整。毋过咧拍过程当中，你的心理素质有重要咯。别人伫后壁咧甲你骂，你班长咧甲你骂，别人咧讲安怎？你若伤过心浮气躁，你之前感觉会袂吧？会不会？袂啦吼，不会。你的心愈袂稳定，愈会惊，愈会安怎？愈会惊，敢拍会袂吧？袂啦吼。所以一样的道理，你讲今仔日伫迄个咱要朝向迄个目标的过程，方向找着。心理素质，咱家己爱调整；心理的素质，咱家己爱调整。加强着咱内在的素质，迄个素就是讲重量愈来愈少，咱的情绪愈我着控制。是要调向迄个目标，迄个目标当中就是中心思想。迄个中心思想，内心内底咱往拢会从中心思想下入外口。当中心思想下入外口的时阵，就敢若讲的，讲咱定咧讲一句话，咱同时拢有当去放亲人讲，我拜过尊吼，过尊我拜迄尊尔啦，尊拢无咧拜。迄尊神就是伊的中心思想啦，安尼啦吼，对无？吼，画甲拜才是安尼啦。其他若无才是我拢唔拜啦，会安尼袂啦吼。所以内心内底迄个中心思想是咧看个人的价值观，看个人的价值观，安尼。
伊认为讲我上界需要啥物物件，对我上界有简单，我就用迄个做我良心思想。咱若掠讲来叫咱先得来讲，咱有足济良心思想拢下唔过来，咱知。咱的道人是真诶，真诶啦吼，内底敢有天命？有嘛吼？毋过道真诶和内底有天命，交你诶慧心提升有关系无？这个才是重点哦。你感觉道中好老师嘛？真诶老师，伊讲伊真诶，我的道人真诶呢。毋过你修养嘛是安尼？有信仰没修养，而且咱有感觉我奇怪安尼，好像有没有？诚心有余，智慧不足。我那个，那个，啦，外在咱对外在天命，外在的天命道的物件，天命的物件，拢是要建立你的中心思想。中心思想，把你确定落来，讲你道是真的，毋过你敢来修？你爱修正你的欲望和情绪，来朝向那个目标，你才是正确的啦。啊，你无要修正你家己，拢讲迄个把真的，迄个把真的，真啊真的，毋过你个性就无要改啊。咱的用业就无要降低啊，咱的情绪嘛无要迄个气嘛无要降低啊，安尼只有信仰。哇！我认真拜，嘛认真求，毋过拢无咧求你家己，对无？对，跟你的心性提升有关系吗？一点关系就没有。所以外在的物件，你要借由外在的物件来提升你家己，拢困难。外在的物件是借迄个言来互你确定方向以后边就是爱调整。所以道的物件就是咧讲啥？道的物件算性之谓道，就是要让你的灵魂、你的眼神活动。所以，一个国家有国魂，一个军队有军魂，一个党魂，喺内底的魂是咧讲啥？讲精神。你活得有灵魂。你活得有灵魂，咱来到这个世界，命运，上来安排，你一个上来安排，对啊，咱安排，是你家己的灵魂来安排的，好关系，你的灵魂是你的出来的。你的灵魂是你的导演啦，你的剧本也是灵魂写的啦。而且，你的人生的剧本是灵魂来写的，你的导演嘛是灵魂啦。若安尼话，一场要演这场大戏，这个一生当中要演，你感觉爱叫你的灵魂来陪你做伙演？你敢来从导演有里边啊，从编剧有里边啊，来陪你行看变怎演，有掉，将你的灵性有掉。哦，你既然做我讲变我的因果，变我的命运，搁变我离迄个剧本，安尼你就爱来陪我，将。大人就是演员，将导演放来做，帮他调整。所以这个导演就是咱的中心思想，就是你的主角。若安尼话，咱一个家庭内底，也是咱伫做一切内底，咱做出来每一项工作拢有啥？拢有良知。当灵魂咧陪咱行是咱良知的做，所以知就是良知。道就是自性，所以叫知道。你是不是良知？良知对对来，对灵性来，对倒来呢？率性智慧道，灵魂发动了后，良知就出来。所以咱咧以啥物为中心思想？以良知为中心思想，安尼有清楚无？对啊，当咱若
咱以良知为中心思想，良知灵魂发动了后，咱的良知中心思想了后，咱今仔日要讲话，会替人想咧。会啦，道务要办道务，要做义工，老前辈想啦，老前辈已经拢袂行啦，拢无力啦。我讲咱请教者，反正阮弟兄搁遐济咧，加减啊做，因为人前辈者吼起这个厝只，人咱拼一生啊，起这个厝啊，即摆拢无啥会见。阮腰啊弯袂落啊，未来你去前辈者拖老命，毋通咱加减啊请。前辈者付出伊的一生，咱煞袂堪，即付出着咱一工无趁。这内底有啥？良知。这里面有良知呢，所以你内底迄个良知拿起来以后，做生意嘛有良知，翁仔某到底嘛有良知，爸仔囝到底嘛有良知。你心内底迄个良知起来以后，你心内底你的进退的过程里面都有爱，因为良知起来以后有良心。就会这样，所以过去的人当中，他是不是比较感性？现在人较理性了，现在人较理性了，过去较感性。过去的人感性，就用量无济，所以过去的人害怕你过了后，说拢会跳舞咧，较早人较袂跳舞，现在人好，现在人都较高兴咧，较早人较高兴。讲真诶咱会会着。即过去诶人较有情，即摆人较若安尼较有情诶人较有良知，较无情人较有良知。安尼知啦吼。若安尼过去诶人活了较有灵魂，那也是即摆人活了较有灵魂。那即摆人活了无灵魂诶话，叫做啥？叫做敢若丢草人诶。对无？一样啊！你有迄个形，毋过无灵魂，你内底也是有差人，没有错。所以当安尼话，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的人生是空的。所以你内底咱来知影，良知它是真正咱的中心思想，良知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伊嘛是啥呢？良知是心灵智力神经，良知就是心灵的智力神经，它是一个平衡点，这里两害才是第一。咱人定咧讲一句话，智力神经失调，一句话无？有嘛吼？生理的智力神经失调，心理就去变化啦，就爱看医生啦，凡是人定咧讲。人食到以后，就讲安尼啦，少年咧当大人的时阵，智力神经失调啦，拢会开始拄好啦，一个智力神经失调。所以生理的智力神经失调是啥？是脑产生问题，脑内底控制袂好势，来产生生理的智力神经失调。安尼。若安尼话，今仔日心理的智力神经失调，是因为什么问题？良知出问题。安尼，所以身体的智力神经是脑，心理的智力神经是良知。过这两个脑和良知的来源都是自性，拢是灵魂啊，安尼意思啊。所以咱的脑爱休困无，暗时安尼拢袂休困。连脑是不动的，是在休，是停的。毋过灵魂敢无停？无。安尼，所以你内底良知是心灵的智力神经，它就是一个平衡点。遇到事情内底，要互咱拄着情绪来，咱袂失控，袂失真，袂失灵。那安尼话爱了啥？良知这种
马上灵魂启动，启动了我们真正的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有一点爱的味道，良知就出来。良知出来以后，相对你马上就丢得来，慢慢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平衡点就出来了。你会好就起来了，会好就起来了。不过你要先找到，你先要有良知，必须要先找到这个道。安尼嘛吼，你先爱求道以后，求道以后当中开智慧过以后，良知才会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不开心？不开心，因为心门没开，怎么会开心？心的门不开智慧的门不开，你心怎么开？一样的道理啦。当然，既然你智慧门开了，良知就会启动，良知就会启动。所以启发良知，才能激发潜能。良知出来了以后，你的潜能就出来。而你的潜能出来，那里面有没有爱？有，它不会功利化。不过起码拢有咧激发潜能，为着做事业，有做者激发潜能的课程有嘛不过就是没有里面没有开智慧够以后的良知，所以今仔日无开启了知，没有良知的潜能，它是功利，它是功利有良知的潜能，它是什么？它是一种真切、真意。所以你内底咱慢慢去来体会。所以良知的物件，良知的物件，就是要让我们理性内底理含义两个合并。咱不是有，咱的理是建立义之上，我们的利是建立在义之上，因为内底有用力。八德皆以道的良知为根本。好地忠信，好地忠信，礼义廉耻，好就是要咱感恩，地就是要咱付出，忠就是要咱尽心，信就是要咱诚意，礼就是要咱谦让，义就是要咱尽情，廉就是我们自爱，耻就是我们的完成。所以感恩、付出、尽心、诚意、谦让、尽责和自爱和反省，在咱一生当中有重要的。这嘛是我们要幸福这两个字的基本条件。过，往这类物件都要以良知为根本。所以孝内底有没有道？所以才讲孝道。所以讲，咱的好内底，好的内底，咱家叫做德。好的内底，咱家叫做定。
毋过要进入到第个话，咱本身，咱的内心世界有即两项情合欲。情欲是咱人有味的，安尼哦，是咱人有味的哦。毋过有欲念要安怎？就爱依理制约，就是咱咧听道理，听道理慢慢啊明理了后，咱对咱无正确的这物件慢慢啊放下，慢慢啊放下，慢慢啊放下，哦，慢慢啊放下。所以依理制约。用道理来控制咱的欲，毋过咱有情无？依道天理，道就是咧讲良知，用良知来展现我们的爱，用良知来展现我们的爱。所以相对的情形下，透过依理制约，透过依道天理，伊才会当入迄个道。伊才会当入迄个道，而伊道来产生了后，量知起来以后，当咱也量知起来，量知起来以后，当中相对的，咱就会当入到迄个好的点，我们才能进入到孝的道哦。所以道理的理，道要入迄个道，爱透过理，透过理以后，当中我们道才会产生。毋过道要入迄个理，一定爱量知。量知若无出，要入理拢困难。安尼哦，咱有明理，毋过无入理，因为无量知，是这个意思。所以今仔日咱要修道，要修道，迄个要修道，就是要互咱恢复安尼啊，恢复这物件，咱的内心若无恢复这物件，咱的爱做加强，吼。所以这咱拄好有讲过啦，吼，这咱拄好有讲过。所以有良知而无理性，他就会感情用事；有理性无良知，他就会